国庆连假10月10号的当日，为伫咧南区的黄金海华方舟来举办亲子共游的活动。当天有诺亚方舟的桌游提供民众来耍以外，现场嘛音乐表演来予游客欣赏。透过桌游来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，同时嘛会当互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透过佚佗来熟悉经济动物，互因对咱所生活的生态有更济了解。活动的东港市长嘛到现场，并邀请民众会当趁连假的期间来现场体验。我们很荣幸可以跟黄金海岸方舟一起办活动，主要是推广益智桌游的好处，以及黄金方舟它的独特造型，全台首创的船型设计，然后可以融合跟我们诺亚方舟在一起。今天这一款桌游的话呢，它是结合了圣经诺亚方舟的故事，当诺亚要建造一艘大的方舟来拯救动物们，那我们的桌游就完全的复刻了他的理念以及想法。带小朋友假日来走走啊，参加那个桌游哈，那个启发小朋友的那个思绪啦，还有他的耐心这样子。你先来玩这个桌游，你觉得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好玩啊！还要不要再继续玩这个游戏下一次？还要。还要。好。透过桌游会当互家人之间的互动增加，并减少3C 产品的使用。同时，嘛会当结合黄金海华方舟的环境教育推广的活动，互大家做伙来注重生态环境的重要性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